为什么要应酬？为什么不肯退让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一群人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我来拿你的性命？犯上作乱，藐视秦法，罪不可赦。但最终幡然悔悟，以死谢罪。大王念其功勋，宽恕义渠君之罪，下旨以君王葬，后续其部族家人。
大王仁义厚德，我等心悦诚服。大王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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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万岁！大王！义渠王死后，大秦完成了对义渠的兼并，不但得到了无尽良马骑兵，而且从此东晋出征再无后顾之忧。大王，母后怎么样？太后把自己锁在里面，叫他也不肯应声。大王，已经一日一宿了，太后水米未进。这可如何是好？各位大人，还是请回吧。自太后回到交房殿后，闭门不纳外人，就连小的跟香儿、慧儿都进不去了。王叔，公子，祖母在哪里？太后，公子府和公子柱来给您请安了。太后祖母，柱儿给你请安了。母后，福儿给您请安了。太后明白你们的心意了，两位公子请回吧。公子服，你年长，母后，父母之所爱，宜爱之；父母之所敬，宜敬之。母亲有所忧戚，福儿忧戚，福儿不可起来。等祖母太后开了门，柱儿便会起来。太后，香儿给您跪下了。就算太后不心疼自己，也心疼一下两位公子吧。太后，慧儿也给您跪下了，求您看在两个孩子的份上，别再委屈自己了。太后，小的母亲给您跪下了，已经是第3日了，您就开门，喝一口汤水吧。
一令去交锋殿为太后问诊，怎么到此刻还没有消息？太后这次病得很重，只怕太医令也很棘手。唉，她不能学普通夫人那样痛哭长嚎，就只能折磨自己的心神了。让母后受苦。姐，母后。继儿为何伤心？继儿，对不起母后，让母后伤心了。母亲是伤心，但母亲伤心是早晚的事情，与继儿无干。儿臣愿意为您做任何的事情。儿臣是宁愿死，也不愿意为扰了母后，让母后伤心。可儿臣不仅是母亲的儿子，更是嬴氏的子孙。嬴氏宗庙列祖列宗在上，大秦千万臣民在下，我如果不是一国之君的话，儿臣一定可以顺从母后的心思。继儿说的对，若母亲不是这个太后，便可既不委屈他人，也不委屈自己。母后，这些日子，儿臣常常想起我们在燕国时的情景。燕国，对，那个时候虽然艰苦无比，常常想早日逃离困境，可如今想起来，也就是在那时，母亲与孩儿最为亲近无间，同甘共苦，那也是儿臣一生中与母亲最为贴心的日子。大王，荣舅舅、冉舅舅，二位舅舅，可听说过那和氏璧？大王怎么会想起那和氏璧来了？臣听说赵国新君花重金把它买了下来。是啊，知道他在哪儿就好办了。寡人想把他请到秦国来。大王是想用它讨太后的欢心？这半年多来，母后内心郁结，病痛不断。寡人想，若是能把这宝玉请到秦国来，或许可以博母后一笑。大王若为了和氏璧讨伐赵国，理由不够充分，这样会被列国所诟病的。不，寡人打算和和气气的与他们商量。如何商量？寡人马上就派人去跟赵王说，我打算把这个和氏璧献于母后，
请他们把和氏璧送到咸阳来。秦国愿以15座城交换。15城？对，15城。二位舅舅意下如何呀？大王，你想要尽孝心是好事，可是那赵国会不会把和氏璧送来，很难说呀。15座城池，他还会嫌少吗？秦强赵弱，何况大王愿以15城交换和氏璧，可见心诚。若赵国真的拒绝了，倒着实给了我们一个伐赵的好借口。冉舅舅言之有理。赵国使臣蔺相如送和氏璧入秦宫。太后听说了吗？赵国使臣已将和氏璧送入秦宫了。大王定是费了不少周折，才把宝玉请到了咸阳。大王孝顺，为博太后欢心，答应用15城与赵国交换宝玉。15城？是15城啊！那是多少将士的性命？是大秦几代君王的心血。不行，此事太荒唐。大王让人通报说，等到和氏璧送到宣示殿，就立刻呈于太后。去告诉大王，此玉过于金贵，我承受不起，不必送来了。是。太后得知大王要用15座城池换那和氏璧而发了脾气。我做此事，本意就是想让母后高兴，可这岂不是事与愿违，弄巧成拙了吗？大王不必心烦，此事好办。既然那和氏璧已经到了秦宫，还怕它生出翅膀吗？雍大人的意思是，大王治人治孝。既然赵国使臣已将和氏璧送到了我秦宫，片刻后，大王便可着人将它呈给太后。至于那15个城池，不给赵国也罢。雍大人此言有理，大王的初衷是要用那宝玉博太后一笑。不错，大王的目的即将达成，又何必再破费那15座城池呢？可那赵国使臣怎肯答应？不必理睬那赵国使臣，大王只管禀报太后，就说赵国有心与我秦国交好，那宝玉是赵王无偿孝敬太后的一点心意。那就照雍大人和国相的话去做吧。太后，这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适才雍大人还生怕是假的，让人细细的检查过，看有无机关。张子曾被真假和氏璧所害，他求先惠文王准许，若有一日得到真的和氏璧，让先惠文王赐给他，他要将此玉砸碎。幸好张子不在了，这么好的宝贝，砸了多可惜呀！若有人要砸了这和氏璧，蔺相如还不与他以死相拼？这蔺相如是何人？宦官令庙贤的一个门客。这等贵重宝物，这赵国怎会随意差遣一普通门客出使？太后不可小觑了这蔺相如，他这个门客大有来头，在赵国被奉为圣贤。哦，宦官令庙贤曾在赵国犯下大罪，思忖自己与燕王有些交情，打算逃奔燕国。蔺相如阻拦他说：“万万不可！居于赵强燕弱，
你受赵王恩宠，燕王自然一直与你交好。但如今你负罪逃往燕国，燕王忌惮赵王，不仅不会留你，还会用囚车将你送回赵国。那后来呢？苗贤照着蔺相如的主意，袒胸露臂，当着赵王的面，在刀斧之下引颈求死。赵王不由得恻隐，果然就赦免了他的罪。这蔺相如果然颇有谋略。那他有何权利答应将和氏璧白白送到秦国呢？宝玉已经进了咸阳宫，答不答应由不得他。祖母太后，珠儿，过来。珠儿，是祖母啊，还是太后啊？是珠儿的祖母，也是珠儿的太后。这是什么？珠儿，看看这是什么？是块石头。是块好看的石头。珠儿，不得鲁莽。你们看看，众人心中的千古奇宝，在孩子眼里，不过是块好看的石头罢了。这和氏璧周正晶莹，如有一日用来制成天子玉玺，倒是合适的很。啊！太后，前头大王派人过来，要把玉璧拿回去。为什么？赵国使臣说，玉璧上有瑕疵，要指点给大王看。怎么会呢？或许是有道理。记得太后当年发现那块假和氏璧，就是因为它过于白玉无瑕。夏儿说的对。所以啊，大王让小的拿回玉璧，让那个赵国使臣指给他看瑕疵到底在哪儿。慧儿，把那和氏璧给木心拿去吧。是。待大王看完了，小的呀再给太后拿回来。不必了。太后，我已经领略了和氏璧的真面目，拿得回拿不回都无妨。是。木心，小的在。你在前面把眼睛放亮点。这几日为了和氏璧，说不定大王要辛苦一阵了。你若听说大王要杀那蔺相如，就想办法挡上一刀，速来报我。是。请蔺公子指点这和氏璧的瑕疵。大王，众所周知，秦强赵弱。当初听闻大王想以15诚意换得宝玉，赵国上下皆以大王的诚意，为赵王坚信秦国乃诸国之首，必为独守信用之典范，而大王更绝非食言而肥之人。因此，赵王沐浴斋戒，设9宾之仪典，这才将宝玉与国书交付于微臣。今臣面呈宝玉于大王，大王对我只字不提15诚之事，而把宝玉置于后宫任人把玩，臣不得不担忧，秦国是想以15诚之空名来骗取和氏璧。蔺公子，你此言荒唐。15诚何在？15座诚意的交割，并非一朝一日之事。蔺公子，你何必心急呢？蔺相如受命于赵王，不见城池，不可将宝玉交出。你是说寡人会骗你？大王，你若再上前一步，强行夺取宝玉，外臣只好玉碎诸臣，同宝玉同归于尽。你好，好，寡人即刻就将15座城池指给你看。你看这儿，
就是这儿，上郡的15座城池。即便如此，大王若真对这宝玉有所诚意，更应礼仪相待。怎样才叫礼仪相待？沐浴更衣，斋戒5日，重新迎宝玉进宫。好，寡人就依你说的办。还赵国使臣蔺相如觐见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和氏璧何在？大王，赵国遵守约定，先送和氏璧入秦，但大王毫无诚意，因此臣5日前悄悄令人持和氏璧离开咸阳，今日应当已到了赵国。大王，秦强赵弱，大王若真想以15城换取和氏璧，那就请先交出15城，赵国断不敢毁约。臣自知欺君之罪当诛，臣自请就祸鼎烹煮，以解大王心头之恨。蔺相如，你当真以为寡人不敢杀你是吗？来人，去祸鼎圣殿，诛了这个大胆狂徒！蔺相如，你算计了寡人，也算计了你自己的性命。臣好久未曾热汤沐浴了，谢秦王恩赐沐浴。好，寡人成全你，伺候蔺公子沐浴。太后到！等等。母后，儿臣惭愧，惊动了母后。听说今日宣示殿热闹得很，所以过来看看。外臣蔺相如拜见秦国太后。相貌堂堂，正气凛然，真国事也。看到了你，我就像看到了当日的张仪。张子一怒而诸侯惧，安居而天下喜。臣怎敢与张子相比？大王，今日纵然杀了蔺公子，也不能夺回和氏璧，反而令秦赵失和。此人有勇有谋，人才难得。我想请大王赦免于他。既是母后的吩咐，
寡人自当遵命。我已经到了这个年纪，还能见到如此人才，实在是不胜欣喜。秦国求贤若渴，令公子这样的人才，如若留在秦国，定会受到大王的重用。太后，臣亦粗陋之人，能得太后国士之誉，实是三生有幸。只是赵王提拔相如于韩魏之时，臣不敢有负赵王。臣奉赵王之命出使秦国，当全始全终。还请太后、大王赦我回赵国，当不胜感激。可惜啊，可惜！大王，你要好生礼遇令公子，务必要令天下之士知道我秦国求才之心。是，儿臣遵旨。母后，那赵国使臣今日启程了。是。大王衣冠礼乐，优渥款待蔺相如，赵国这次很有面子。儿臣在猜测，那和氏璧或许还是假的。哦，为什么？母后是我朝唯一能判定和氏璧真假之人。寡人曾以为，即便是用15座城池能换得和氏璧，他若能博得母后片刻的欢心，那也是值得的。可和氏璧到手之后，母后对他似乎根本就不在意。在母后眼里，那和氏璧早已是我大秦囊中之物，只不过在赵国手中多放几年罢了，何必在意？儿臣知道，在母后的心里，只有江山社稷。但儿臣还想知道，在母后的心中，除了江山社稷之外，可还有其他的东西？自然有。母后孤苦飘零，无援无助之时，想要的是一碗热汤，一间遮风避雨的小屋，和一双能与我互相扶持的手，绝不是一块和氏璧。财宝皆身外之物，能慰藉母后的，都与财宝无干。母后，太后，母后，姐姐。你们来了。蜀中魏郡守李冰报功，说他修建的都江堰，使得这几年蜀中成了粮仓。这几年征战频频，军粮有很大一部分出自蜀中。李冰修成都江堰，功在千秋。还有一事，母后可能已经听说了：白起讨伐楚国，摧枯拉朽，攻占了郢都。这几日已经兵至境陵了。臣弟得到确切的消息，当我秦军攻占下楚国郢都之后，屈子深感无力回天，决意以死明志，怀石投汨罗江，自尽了。屈子，他去了。这是屈子辞世前写下的哀影辞赋，臣弟托人抄录，从楚国带回。如今楚国迁都陈城，
王决定重振朝纲，拜黄歇为令尹，大小诸事均由黄歇主持，赐淮北地12县，封为春申君。皇天之不纯命兮，合百姓之贞谦。民离散而相失兮，方仲春而动迁。取故乡而救远兮，尊江夏以流亡。楚国灭亡，乃是注定。姐姐不必为此事挂心。化而为鸟，其名为鹏。鹏之辈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你说的就是他们。是太后，这些孩子人品相貌都是一等一的，是雍大人专门为公子柱精心挑选来的陪读。难为雍大人了。拜见太后。起来吧。谢太后。过来。拜见太后。把头抬起来。你叫什么？臣名叫魏丑夫。这么俊俏，怎么会叫丑夫呢？是因丑年生人，故名丑夫。原来如此。雍大人送去的那些人如何？禀报大王，太后把魏丑夫留在交锋殿陪读了。那日雍大人把魏丑夫送进宫来，寡人一见，吓了一跳，简直就是当年的黄歇脱身转世啊！可不是嘛，这老奴见了呀，这心里也是砰砰的，想着世间还竟有这般缘分。如此，寡人的心中也踏实了许多呀。太后是百年不遇的慈母，大王是千古少见的孝子啊！哀哀父母，生我娶老，母后一生艰辛，寡人为她做什么都不为过，更何况雍大人想在了寡人的前头。这是春申君从楚国托人带来的书信，你念念。惠叔凤兮，情意拳拳。记得当年离开咸阳，与太后曾有礼法之争。如今楚国为相，日日图强变革，反省当日言辞，才知有不妥之处。天命有规，循礼者亡，变法者强。
为政者应当时而立法，因事而治理。禁监本，尊爵必赏，有罪必罚，法令必行。内不思贵宠，外不偏疏远。是以令行而禁止，法出而兼息。楚国的桃子又熟了，百相见，是累了，只是桃林依旧，不见家人回边。望太后善自为之，知所盼望。太后，昨日大王新送来一班乐女，你们听过，觉得好吗？大王一片孝心，自然是好的。子歇，你说呢？太后叫错微臣的名字了。微臣不是子歇，微臣是魏丑夫。我心里当然明白，你不是子歇。丑夫，这些乐女演奏的楚乐如何？楚乐乃太后家乡之乐，是集天地日月之精华，可谓金玉交辉，天籁之美。是啊，更色兮交鼓，箫中兮瑶剧，那是真正的楚乐。可惜南橘北枳，到了这儿，貌似无异，其味却变了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照猫画虎，就算有其形，也难有其魂。大王，大王，芈八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怎么显得比寡人都要老了？大王春秋盛年，可我却不知不觉地老了许多。你一定是受苦了，头发都熬白了。大王，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？为何丢下臣妾一个人？寡人一直在那边等你。在哪里？你知道的，那边。在哪里？大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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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后，你怎么了？太后，你醒醒！太后，你醒醒！大王，大王在哪里？大王在宣室殿呢。太后若有急事，奴婢使人去请大王来。不必了，我刚才在梦里梦到大王。难怪呢，太后做梦了。扶我起来。香儿、慧儿，你们跟了我几十年了。你们说，若有一日我先走了，或者
你们先走了，我们到那边还会再相见吗？香儿以为会的吧。慧儿和香儿还打算到那边接着伺候太后呢。那就是说，人死后还有知觉，还能做他们想做的事情。定是这样，不然为何历代君王都带那么多生前欢喜的东西下葬，还要让很多奴婢之友和歌舞之友跟过去服侍他们呢？这么一想，我就放心了。生前楚国是回不去了，可到了那边，说不定还有机会再回去看看。楚国很远呢。不怕，我们带上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还有车马，还有要带些服饰俑过去服侍，还得有兵马护卫才行。好像没有听说过兵马为俑。哎，太后回乡，没有兵马守护不行的。慧儿说的有道理。既然要有奴婢服侍、舞乐欣赏，那怎么能够没有兵马护卫呢？是啊，可是为何以前没有人带兵马随行呢？以前没有，可如今有了，不就行了？义渠君，今日是你的忌日，我来看你。前些年，我把你的坟迁移到这骊山脚下，并将这座山改名为骊山，是你宅篱的篱。我想你会明白我的意思。我在这山脚下行修陵寝，从我开始，秦国的历代君王都将葬在这骊山之下。100年之后，我跟你会很久很久。这是楚人，红绿战袍，楚人风情。这个楚兵出自谁手？回太后，是他做的。太后，五官容貌倒是栩栩如生，只是魏公子看看，这个俑人是不是有点毛病？望太后明示。
你做的楚兵，却是秦兵的发饰。秦兵的发髻都是在正中的，但这楚兵发髻都是偏的。是，还不快谢太后赐教！谢太后赐教。18年，13岁的秦王嬴政登基。在他继位后的第26年，秦国统一整个中国，秦王嬴政称帝，史称秦始皇。太后，昨日若非白起将军带人及时赶到，两方早已火并。眼下，王军已将义渠大营团团围住，如不妥善处置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太后，义渠人在咸阳如此胡作非为，已经触及秦法根基。若太后再念及义渠人的功劳，不忍责罚，使得纲纪废弛，只怕秦国没有来日了。义渠君刺伤廷尉劫狱固然犯法，但臣以为此事不可就事论事。处置义渠君将牵一发而动全身，需谨慎小心。此事看似突然，实则必然。义渠人尾大不掉，这样的事情迟早发生。太后，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啊！雍大人所言甚是，但微臣担心的是，如今列国争雄，我大秦内部理应齐心协力，万不能自我瓦解，发生内讧。好了，此事我心里有数。可眼下就在咸阳郊外，秦军和义渠军剑拔弩张，该如何解局？以微臣看，以3日为限，要义渠人交出虎威。若他们识时务肯交出来，而后再议其他。也只好如此了。白将军，此事由你去办，你是两军之中最合适的人选。臣遵旨。想让我交出虎威，想都别想！大王，你应该知道太后对义渠人的爱国。虎威这个案子本来还有转圜的机会，可是大王一时兴起，伤人劫狱，反而让彼此进退失据。哼！大王若能在3日之内交出虎威，也许还好重新审议。人是我伤的，玉是我劫的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让他们来找我。大王，太后让我告诉你，这已经不是你和太后两人之事，是义渠人和秦人是否还能和睦相处之大事。大王可以去外面看看，上万的人马已经围困了义渠的营帐。大王，你这是要用义渠人和秦人的性命作为赌注吗？义渠人宁可自己死，也不卖兄弟。我是绝对不会把虎威交给你们的。如果你们想打，别啰嗦。你这不是只顾虎威一己之身，却陷义渠于谋反之罪吗？反就反了，我怕过谁呀？大王。大王，虎威再敬你一碗，谢你带兄弟们生死手足。
这些年，兄弟们跟我鞍前马后，始终不二，是我对你们照顾的不够。哎，大王，你把命都给兄弟们了，还要如何？哎，我的命本来就是兄弟们给的。哎，你还记得那年吗？我义渠国与东湖开战，我义渠勇士遭了埋伏，数万人战死在沙丘之中。是你，是你，把我从死人堆里背出来的。靠着喝狼血、吃马肉，几十天才回到义渠老营啊！啊，那是大王你命大。我们义渠人的命是什么？战死为吉利，病终为不祥。能跟兄弟们生在一起，死在一起。知足了。来。眼下，虎威给大王和义渠人招致了麻烦，导致秦人对咱们不依不饶的。既然都是虎威的错，那就请大王不必再为虎威担干系了。屁话！你惹了麻烦，我也惹了麻烦，这叫锅底不嫌灶黑。你我是龙头跟缰绳，谁都离不开谁。再多说都是屁话。哎，可是秦人兵马把咱们义渠大营围的是密不透风啊！让他们围吧，我们在这儿喝酒吃肉，怕什么？有朝一日，兄弟们待烦了，就带你们杀出去。天高云阔，去哪儿不都得由着咱们？对，但是那太后，她是我的女人，她会跟着我走。那个女人身子跟着大王，心却跟着秦人。我跟她有过誓言，她不会对义渠人怎么样的。大王，你还记得吗？老吴至死都不肯让大王跟那个太后成婚。看是虎威也不明白，他为何说若是大王娶了那个女人，义渠将要大祸临头了。如今看来，老吴的话灵验了。大王，大王，既然你我是兄弟，我就不应该成为你的累赘，成为义渠人的累赘。将军，今日3日限期已到，义渠那边若根本不予理睬太后的旨意，我等该如何是好？先礼后兵，也算是仁至义尽了。将军，有人出来了。将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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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闪开！将军，
将军，护卫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护卫将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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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去！将军，不能去啊！将军，你不能去啊！将军，走！将军，将军，回去！走，准备迎战！秦国小儿，为我一曲大营多日，为的是什么？不就是拿你虎威爷爷吗？今日爷爷在此，来拿吧！将军会不会有诈？拿下！是。就凭你们几个，也想拿你虎威爷爷吗？也不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命！大王，虎威先走一步。虎威自刎，出乎意料。虎威死了，倒也解了一个难题。明日可通告天下，就说虎威受秦法感召，幡然悔悟，以死谢罪。我们也可将蒙敖将军的兵马撤回来，免得进退两难。可是虎威和义渠君关系迥殊，我只怕他那里，难办。升天在上，兄弟，我知道你是为我而死的。你放心，我绝不会让你为我白死。我的兄弟。